老的故事哈，所以讲故事继续写落去。咱用热烈的呼声来欢迎院长来，阿姐来控制，来控制在这边。谢谢向牧师，谢谢谢牧师，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大家平安。听到牧师这样介绍，我开始紧张了，变抿嘴哈。没有，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赐，就是看你如何用。那虽然是每个礼拜都来富强教会，走进来的时候跟今天的感受有点不一样。今天会觉得，富强教会真的是充满爱，跟神祝福的一个地方。阿们哈。那富强教会过2年就是要庆祝50年。大家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吗？昨天也是大家在10年前把这个新堂献给我们这个教会，阿妹吗？因为我今天早上在 FB 里面看到一位戚友写说，10年了，这是故事，我们继续写下去。好，鼓掌就鼓掌，没关系哈。那我们新楼医院也一样。明年就是庆祝160周年，160周年，这是个不容易的一个日子，因为有前辈，我们的宣教师，我们玛雅各医师，在我们台南所设的这家医院，这家医院走了160几年了，所以这个故事应该就是我们这一代要写下去的。那我们这个故事，写故事真的是不容易。那我记得，假设大家没有记错的话，在去年，我们台神院长也在这里做过分享，他就是用这个圣经，大家有没有印象？他就用这个圣经是这么说的，就是用他这个使徒行传最后1章最后1节来跟大家做分享。他曾经讲过，使徒行传大家看了这个圣经节。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停止了？他是这么说。保罗那时候是在监狱里面哈，大家对保罗的讯息非常很清楚。他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足足住了2年。这个租房子其实有点奇怪，他是在监狱里面，他可以自己租房子，然后凡有人来见他的，他都接受，他都接见，然后做些什么？讲神国的道，来讲神国的道，也就是在监狱里面，谁来看他，他就讲神国的道。我现在有点像，你们来看我，讲到我们工作完，我就跟你们讲神国的话，对不对？我讲这个是在传福音，你在无时无地、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做这个事情，来讲主耶稣基督的事，来教导人家，并没有人可以禁止。我讲他就在圣经就在这里结束。一个写小说的人就一定是很奇怪，不可能就这样结束。到底最后保罗能不能出来继续传福音？最后保罗是怎么样？在这边他没有告诉我们。我想我们的台神的院长也在这里说，保罗的故事在这里结束，但是传福音的故事。28章以后，29、30、31是你我来写的，对不对？新楼业的历史有新楼人继续写下去。那富强教会的故事也不是40年前、50年前就之后就停止了，也是有各位继续写下去。我们在设教38年的时候，就把这个新的堂献给神。那我们50年后，50之后，我们有没有计划做些什么？也同样的，新楼院160年以后，我们又做些什么？所以明年庆祝160周年，我们有说160什么？美丽的脚中160，还有呢，一流传道向前行。就说一流传道，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医疗传道，我们一定要往前行。
这张照片我没有给我太太看过，好面熟吧？我们两个不是在某一个地方在结婚吧？哦，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场景在哪里？牧师有印象吗？看了好久，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在4年前，2020 6月27，7月27、26的时候，我是在这里，我跟太太在这里，谢牧师就把在场的好多的牧者为我祝福，为我祷告，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4年前，隔个礼拜就是我接新罗院的院长。这个担子非常的重，牧师知道需要神与我同在，牧师也知道需要大家跟我一起来分摊这个重担，跟我们诗歌一样。这1年来，告诉大家这个担子虽重，可是我有又挑又轻。为什么？因为有大家跟我们同在，在这里我得到神满满的祝福。4年快要过去了，我在这里曾经讲过一句话，因为牧师也请我在台上。第一次拿麦克风在教会里面跟大家做个分享，我说新楼院的历史，新楼院的这个拼图，我相信我在做拼图的时候，里面好多片是富祥教会跟我一起来做拼图，阿妹吗？好，4年快要过去了，我今天就跟告诉大家，富祥教会跟新楼院这个故事继续走下去的。你们的角色其实默默在新罗院已经写下来了。这个是当天的合唱团就开始写历史了。这个历史里面，第一件事情，接了院长好像不是那么轻松。每天早上大家还没来上班之前，我就在新罗院，在我们的大厅的时候，我们病人还没到。我们在大厅就会有一幅新楼院玛雅各的照片，不是这一张。那时候我每天早上在那里静想，到底新楼院我们医疗要往哪里走？因为我们有2家医院，到底要加强哪里？要做些什么？我想来想去都是想医疗，想来想去都是想医疗如何改善，如何改善。可是每次在那里。我自己我自己觉得没有特别的平安，也没有觉得应该这样做。在那边看到好几天在那边看，但是有一天，当我在看的时候，好像玛雅各有话要跟我讲，对不对？这个就是玛雅各啊，他叫我，你应该会相信神与你同在。我说当然，神一定会与我同在，但。讲到这个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光，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光在哪里？那个光就是十字架。当我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好像一切都有答案了，好像一切都有答案了。玛雅各他160年，当时是155年，来到台湾，他是来做医疗吗？绝对不是做医疗，他乃是受到上帝的呼召，又来台湾做宣教。又把福音传给大家，又在各城各乡来传扬神的福音。他要把神的国的道理跟大家分享，顺便做医疗，对不对？所以刚刚在牧师在讲的，就是各城各乡来传扬神的福音，顺便做医疗，又做医治个病。那玛雅各来这里，来150年前把新楼院在台南落脚。交给每一个人，交给10个外国的宣教师。后来重建之后，我是第5个。那你要做些什么？神就告诉你说，你好好的做医疗传道。记得新楼院有一个使命，叫做医疗传道，好像是2件事。我们医界的医疗做好医疗，业务部你去传福音，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其实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子，因为你做一个新楼院，其实玛雅各要我们做些什么？宣教医院有没有？上面玛雅各写宣教医院是什么？就是你做医院
是要领人归向基督，那才是重点。领人归向基督不是只有教会，领人归向基督，教会也可以做，医院也可以做。所以新楼医院要做医疗的话，不是单单做医疗，乃是要做传道，领人归向基督。你做医疗，现在不需要新楼医院，因为在台南有好多医学中心都做这医疗了，那要缺我们新楼医院，不奇怪，没有关系。但是唯一缺的是领人归向基督一个医院。所以新楼医院马雅各要我们做的是医疗传道。那医疗传道，以前我们说 medical evangelism， 自从我们就感受到，有没有看到那个英文名字是我们自己创出来，叫 med evangelism， 这是一个合而为一。做医疗的时候也是传扬神福音，做香福音之后，我们也顺便做医疗。因为马雅各也讲过这么一句话。你要做宣扬神福音的最好的机会，就是在手术刀药完之后，等他们痊愈的时候，传扬神福音就是最好的一个时机。所以新楼院我们要如何走？这个核心价值观、这个使命跟这个愿景，其实是前辈一个一个接下来的。这是我们新楼院留在新楼院的心中已经好久了。但是常常这段时间，大家都是把它当作口号，评鉴院的时候把它背一背。哎，你新楼院的使命是什么啊？有时候我们还念错了，把医疗传道有时候会讲到 service, love and hope， 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的理念。所以愿景是什么？有时候还要拿东西来念。其实我们这几十年都是没有很清楚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们使命是什么。但是自从我们再次觉得要把新楼院的招牌重新再擦亮的时候，就是这个要把我们带到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用基督的爱来照顾我们的病人，让他们得到医治，最主要的得到盼望。因为唯有教会医院才有办法给人的盼望。我们把医疗传道当作我们的使命。最主要的我们愿景是什么？希望我们能够照顾好每个人的身、心跟灵。阿们。好，因为这灵实在是困难。昨天我在台北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健康台湾，赖总统来跟医界面对面的沟通，花了5场的会议来找出一个 solution。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要照顾小孩子的灵性、青少年的灵性。好多人在心理上面没有得到平安，在网络上面，键盘后面的人讲了几句，他就受不了了，砰就跳下去了，就自杀了。这个是健康台湾在心理上面要做，不是叫身有人碰到灵，但是唯一新楼院是因为教会院可以碰到灵，因为我们有基督。所以我们新楼院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以外，我们的愿景大家不要忘了，身心灵的灵，现在我们在做，在照顾每一个病人。我们的今天的合唱团是喜乐合唱团，就是我们照顾10几年来就照顾了一群，因为他们在身体上面有创伤，不够健康，那我们把它医治好，我们有照顾他的心理。所以10几年前，我们都有好多的活动，有时候一个病友会就是跟大家凝聚在一起，有时候我们跟画画，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碰到灵。今天非常感谢神，今天早上我看到潘牧师，许天前的牧师娘来跟我打招呼，这个就是他在验幕部的时候，许天的牧师所要做的，所要带领的，就是喜乐合唱团。在他在验幕部主任的时候，把这个灵方面加注在大家的身上。10几年了，许牧师在他们练唱的时候，每一次都坐旁边来鼓励他们，大家对不对？我想今天有特别的让我会感受到说，我也是许牧师把我带到富强教会来，感谢神。在这个故事我们继续写下去。那富强教会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就一直陪伴我。这一刻，每个礼拜，大家刚刚在牧师在讲道之前，是谁带领大家唱歌啊？啊，敬拜合唱团，赞美，在当中跟大家带祷，有什么事情向神祈求。我坐那边，我也学会了第一件事情。我在新罗院当院长之后，我们有这么一个院长室的早祷会，在里面我们唱诗歌，在里面我们听牧师讲信息，再来把我们每个月的一些问题向神求告。这是富强教会已经在新罗院放下第一块的拼图，阿妹吗？这是真的感谢神。我们在院长室会议里面这个讲，我们有把我们的问题交给神自己，就帮我们解决了，把我们的担子就拿下来了。所以说很高兴，我们在这祷告当中，我们把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把我们的使命再次的抓回来。抓回来的那一刻，我们业务部本来做的工作更加的积极，更带我们的新罗人一起努力。我们每个月2院大概有190场的跟教会一样的工作，有团契的聚会，有诗歌的练唱，有圣经的读，然后去布道，在门诊布道，在放赐人家有将近200场。那我们目的何在？就是希望你能归向基督。其实只有我们做，不是厉害的才做，做了才知道厉害，对不对？阿们。所以我们做了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的事的，在我们教会业里面，我们也可以受洗，不是只有教会才有。我们在所照顾的病人，在末期在安宁病房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感受到神在照顾他们，他们又急着在病房里面，我们就给他受洗。所以病危的时候，我们都会。那这个很难得，在3月份的时候，同时3个人请教会的牧师祷告，做受洗。为什么？可能他女婿，可能他儿子陪伴着他一起来受洗，感恩吧。3月份有4个，我想这是我们所做的。谈到我们最高兴看到的就是这样子。我们不仅如此，富强教会也到妇女之家去关心我们的病友，不是病友啦，住民。就是每个月大概1次到2次来关心他们，来陪伴他们，来跟他们讲神的话。大家有没有信心？有那么一天，他们也可以接受神主做他的神吗？阿们嘛。这是我们在妇女之家有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他们愿意接受神。我相信富强教会在那边也可以有这个结果。那我们也跟地方教会常常有个联系。我们的师资据点，我们需要场地，因为师资据点都是赔钱在做工作，但是这很需要的，所以教会医院常常就愿意把周间的空间留给我们。那我是觉得，有没有看到教会的门打开了？有没有失智的病人、失智的家属？里面有一半以上都是第一次进入教堂的。我相信神自己可以在他们身上，只要你能归向他，主自己去做工。你只有把人带到教会来，不管用什么方式，我相信有那么一天，会有人也会跪下去受洗。再来，我们除了照顾我们的病人、好朋友之外，在我身边有好多好朋友啊，有好多的我们的 best， 我们也把带到富强教会来，教会都来。那每年都会1次、2次，真的神自己做工。我们好多我们的慕道友，好多我的 best， 一个一个跪下来。陈伟，对不对？你跪下来接受神，这个跟我们在前一阵子我刚刚讲的赖总统嘛，赖总统有一次带的好多的
官员站在一起，起立，站起来，有没有？谁站起来向着市民祈祷？可是我们新罗院，保定跪下去，督导跪下去，来把神当作你的救主。我想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有谦卑的心，我们有自己有错，或者说我们罪人，神把他带到我们的身边来，这是跟我们市场不一样。我们希望越来越多人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斗胆的把总统带到富强教会。我真的希望有一天，他也跪下来了。只要我们把他带到教会来，神自己做工，不是你厉害，是神厉害，好不好？所以说，带人进来教会，这是很容易一件事情。那我是从沙罗约来，这个一般族大家也知道，我们也跟他们接触，希望有机会，我们也到一般那边传扬神的福音，来做一些什么。因为我知道下一场就是有我们的海外宣教，再看看是不是富强教会又可以跟新罗院做一些合作，来传达神的。所以这个看起来新罗院跟富强教会完全连在一起。那前几周大概就是复活节，复活节前面就是受难周，受难周里面，耶稣在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去的时候，肚子也饿了，他看到一棵长得很茂盛的无花果树，他肚子饿了，他就想在里面找东西来吃。虽然不是收割的季节，但是总是可以看到不同程度、不同熟度的果实。可是他看到里面都没有，他觉得我要吃用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准备好。这个会提醒我们说，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神的子女，你要做神的事工，要把握机会，不要说邀请你做什么事情的，哎，等一下，你机会就失去了。刚刚牧师在讲，2年前他叫我来做福音礼拜分享的时候，我也是有个忧郁啊，可是还好我没有拒绝。我把我老爸的故事跟大家分享，真的，从那个开始，不是抿嘴，很多人有感动，都邀请我，在台南，在嘉义，在台南，在冈山，在屏东，里面已经10场了，不容易。而且马来西亚也邀请我2场了，真的感谢神。你不要认为你不行，我的口才那么差，那么腼腆，那么害羞，和现在站起来很有信心，因为神在你使用你的时候，你都可以做一些事情。不要任何事情邀请你的时候，你说我不行。这个是胡长老很喜欢的一句话，说不是你厉害你才开始的，其实你做了之后，神在你身上所实现的，你才知道你的厉害。各位再看一下，不是厉害了才开始啊，因为我们永远是达不到那厉害啊。可是你做了之后，神在你身上，你才知道你厉害。所以从这个开始跟大家分享，我可以带领那么多人来教会，而且因为这样子的受洗，你们也可以，因为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刚刚提到说，这故事绝对不是在我们这一代停止。新罗院刚好要过160周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在我们的门诊区都已经把过去的美丽的脚钟都贴出来，宣教师啊，我们以前的前辈啊。那我的同工说，最后一张，院长你看看空白，你要不要写几个字？我的字就是写 The story continues。这一代要把这个故事继续写下去，所以我们相信新罗院未来还是跟富强教会一起手牵手来写新罗的故事。那我刚刚提到说，新罗合唱团在10几年成立的，他们真的是每周都来我们新罗院，礼拜4的3点呢，他们很早就来了。有时候我经过的时候看到说，哎他说我们早一点来，等着那个礼拜堂门开了，他进去。他们在的时候就可以做很好的交流。你看看后面的一张，在那边就是很默默的在先看五线谱，不晓得看得懂看不懂了，但是有看，所以刚刚等一下我们听了一首，他们真的是用他们生命来唱这首歌。
我们的指挥是完美的。刚刚跟我说，我们有几个同工很紧张，今天身体状况不好，怕。我说你怕什么？我们听的不是他准不准的音符，我们听的是他的生命告诉我们什么。大家说对不对？好，我们再给大家鼓励一下。那新楼160，我们往前行。他们在这10几年来去了好多的教会，做了好多的见证。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因为他们而所感动。所以新楼院160，我们往前行。我想这里跟大家做一点分享。时间有点拖了，对不起，谢谢各位。真多谢咱老院长的分享，愿上帝甲咱同在。